朝早咧，廣州荔灣區荔灣湖水上舞台喚醒喺湖入邊沉睡咗成年嘅百年老龍頭，然後正式啟航遊荔枝灣，場面係非常熱鬧，一齊感受下。荔枝灣涌舉行龍舟巡遊祈福，今年已經係第7年啦。咁除咗例牌嘅傳統龍舟巡遊，今年喺水上舞台仲增加咗古詩、龍舟同花船結合嘅文化表演。荔灣半塘村嘅村民請出百年龍頭，咁對10艘巡遊龍船授旗授青。河涌兩邊一大早就有市民同埋遊客去見證呢個有300年歷史嘅傳統習俗。儀式之後，半塘龍舟同嚟自鹽步嘅友好鄉村龍舟隊正式啟航，旗幟飄揚巡遊荔枝灣。唔少外地遊客今日專程過嚟睇表演，咁大家都話廣州嘅龍舟氣氛一年熱鬧過一年。都嘈住要嚟睇，係咯，年年都要睇，年帶佢嚟一次㗎。係啊，今年有冇啲咩特點啊？你覺得？今年熱鬧好多。係啊，比以前熱鬧好多咯。留學生 Rose 就話：近年嚟唔少城市仲有自己嘅龍舟隊，佢今日過嚟就係記錄龍舟傳統文化，為論文做準備。對，我是中山大學的留學生，我們的老師都很好的準備，我們推薦我們要去，所以我要看一看，非常有意思，尤其是後面北京的故事。而喺番禺，嚟自全市6區嘅龍舟隊就展開咗一場激烈嘅比賽。咁我哋見到咧6條賽道入邊咧，除咗番禺區嘅龍船喺度之外咧，仲有另外5個區嘅龍船咧都猛龍過江㗎。咁其中包括咧南沙、海珠、黃埔、白雲同埋增城㗎。咁大家嘅隊員咧都係以80後、90後為主啦。咁佢哋可唔可以喺今日嘅競賽入邊爭低席之地呢？就拭目以待啦。河岸兩邊人山人海，咁其中仲有一啲嚟觀戰嘅龍船預備軍。要好似佢哋咁好睇，亦多啲訓練係嘛，積極參與係嘛？出年有冇咩打算啊？出年肯定係等下一屆17屆啦，係嘛？蓮花杯係嘛？有冇諗住攞啲名次啊？哇！參加得肯定想攞第一㗎啦！今年番禺呢個賽啊，開始恢復翻嗰個賽龍奪錦呢種嘅傳統，咁啊將傳統龍舟競渡同目前嘅現代體育嗰種略有區別，咁啊更加我哋對龍舟呢個非遺文化咧，更加會承傳得好。廣東台記者譚少麟、李華報道。天草丹心